法門，透視各行業發展前景。財雄勢大，主持吳明林、麥瑞才。我哋今日訪問嘅嘉賓呢係蘇嘉碧阿 Linda， 佢呢就係香港工業總會嘅行政總裁。啱啱我哋講開即係 Q 嘜咁啊，教授問呢個問題，係啊，可唔可以搣柴咧？咁即係譬如佢有 Q 嘜啊，係咪攞咗就一世？因為話經好多投訴查明屬實，可以褫奪佢咧，正所謂係啦。即係譬如我再引申講少少啦，即係譬如話產品方面，譬如話而家嗰個生產商係整個油嘅咁先算啦。而家油係花生油嚟嘅啫，咁我攞 Q 嘜啦，咁我之後咧就花生油咧就唔好買啦，於是佢整其他粟米油啊、豬腸氣啦。好嘢。咁我其他啲可唔可以用翻嗰個 Q 嘜咧？咁樣個 Q 嘜係跟間公司一定跟個產品咧。嗱，譬如話你一個服務業，譬如話一個金鋪，金鋪攞 Q 嘜噶嘛。而家講個服務業嘅流程啊嘛，金鋪以前就賣金嘅，而家可能賣鑽石噶啦嘛，係嘛？咁係賣金係咪適用咧？係咪適用咧？咁樣 ？OK， 請阿 Linda 答。嗱，如果產品嚟計咧，產品咧嗰個 Q 嘜認證咧就係跟間個產品嘅，就唔係間公司。即係話如果你係 XO 醬就係 XO 醬，就唔包同一間公司嘅豉油，除非你豉油又另外檢測嘅啫。所以嗰個嚴謹度係高嘅。第二咧就係答翻就係話有冇可以搣柴，或者佢做一次第二次就唔達標嘅情況咧，所以咧我哋個嚴謹度就係咁嘅。第一次你入嗰陣時候有一個第一次嘅檢測，你過咗之後咧，我俾一個 Q 嘜俾你，但係咧係有定期再檢測嘅，就即係以防啲人咧過咗門檻之後咧就冇晒嘅品質㗎啦。咁同埋係幾耐再檢測一次咧，我哋都要睇翻嗰個產品嘅性質。嗱，如果食落肚嗰啲咧係最嚴謹，係1個月再檢查一次，每個月，所以係非常之嚴謹。但係有啲可能真係唔係食落肚，或者淨係穿戴嗰啲咧，個檢測期咧就可能長少少啦，可能三個月或者4個月。咁因應嗰個 risk factor，即係話有個風險程度咧，我哋做一個評估，所以個嚴謹性係高嘅。嗱，既然係咁嚴謹啦，咁你而家譬如將呢個 Q 嘜令到國內消費者更多人認識，你發覺過往嘥咁多時間去做呢個咁嚴謹嘅程序，而家會唔會收到少少嘅回報咧？喺國內推行呢個 Q 嘜嘅時候，其實我哋而家咧國內嗰邊咧，我哋都想通過呢個即係喺啲食品展啊，或者喺一啲百貨公司嗰度展銷咧，係提高個知名度嘅。最近一輪呢，我哋就會係明年1月中。就喺農曆年前喺廣州百貨，喺廣州嘅廣州百貨咧，係做一個 Q 嘜生活展嘅咁之後5月亦都喺廣州嘅食品展，亦都係會擺展覽，希望多啲人認識嘅咁喺國內咧，其實做宣傳咧都好大挑戰，因為咧宣傳費好貴，你可能幾廿萬宣傳費喺國內咧係只係一滴水喺一個大海嗰度所以我哋都希望善用嘅資源係用最可行嘅方法去推廣 Q 嘜，同埋其實而家國內嘅市民嚟香港購物咧已經好多，所以一個反射宣傳都得嘅。嚟香港佢哋接觸咗 Q 嘜，然後佢哋知好嘢咧，就亦都係宣傳翻俾佢哋啲親戚朋友。係喎，不過喺自由行旅客裏邊。係啊，等佢知道多啲 Q 嘜啊！所以過去嗰幾年呢，我哋都會喺香港一啲多自由行旅客嘅商場嗰度做一啲宣傳工作，譬如海港城啊、尖沙咀啊，或某啲商場，都希望本地市民知道之餘，旅客睇到都睇得到，係緊要嘅。係啊，咁啊，另外一個問題，譬如使用個問題啦，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咁樣，我哋可能間公司咧就攞到一個Q 嘜係某個產品嘅，咁啊當然喺個產品上邊嘅包裝上面會用啦。咁但係好多時咧，佢可能間公司咧，譬如話啲員工啊、啲卡片啊，或者係其他啲信紙上邊咧，即係都可能會用翻嘅喎。話我哋啲產品係攞 Q 嘜啦咁樣，就話 send 俾人哋睇嘅喎。咁但係譬如話你哋提供嗰個 Q 嘜，會唔會係有一個嘅使用嘅規則，即係限制佢你可以點樣去宣傳使用，會係唔可以太過分呢？係啊，我哋有一個即係宣傳使用嘅守則嘅嚇。咁喺產品方面，如果係嗰個產品呢，就只可以擺翻喺個產品度嘅。咁當然服務方面呢，就係可能係跟間公司啦。服務呢，好多時呢，就係跟嗰個店鋪。
即係佢邊間店鋪有個服務優質驗證，咁佢就可以將嗰個連翻喺佢嘅店鋪嗰度。咁我哋唔排除有啲公司咧，佢有20間鋪，但係其實佢申請咗10間，咁就係嗰10間可以連嘅啫。所以我哋都係睇得好清楚。規定嘅。規定嘅。喂，講下呢個神秘顧客都好喎。咁大概成隊 team 有幾多人到啊？呢個神秘顧客。呢個神秘咁。呢個有啲神秘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即係做翻個懸疑性啦，咁趁啲人就警醒少少啦嚇。係，但係都可以做得好密下嘅都。我哋會因應嘅需要，同埋我哋係每間都會做嘅。每間都會做嘅。每間都會做嘅。佢哋會唔會期望1年最少有人嚟睇一次咁樣，或者1個月最少有人嚟睇一次咁？即係你如果睇得好疏，咁我冇所謂啦。你睇得好密，咁我又不唔係我哋神秘突擊嘅喎。係啊，都驚驚地嘅喎。咁視乎咩嘅服務啦，即係神秘顧客好多地方會用噶嘛。最簡單米芝蓮都會用噶嘛。你唔知幾時嚟試食啊？會俾唔俾星啊嘛？可能會搣星啊嘛。係啊，其實嗰個嘅情況都係類似嘅。類似係啊。咁啊嗱，講翻譬如話 Q 麥啦，我有冇啲統計數字咧？譬如話而家香港又計緊幾多間嘅香港企業，佢係有個 Q 麥咧？即係譬如話大部分嘅集中係邊一啲地方多啲啊？會唔會係一啲嘅產品性嘅多啲啊？定係話嗰個嘅服務性啊，成間企業嗰個文化多啲咧？同埋嗰個嘅趨勢會係點樣啦？同埋你而家呢個咁嘅計劃資助佢哋申請嗰個嘅 Q 麥資助計劃，你會係個期望話我哋希望香港嗰個嘅廠家係發展係邊方面會係攞到 Q 麥會好啲咧？嗱，其實我哋而家有Q 麥準用證嘅或者準用證，我哋發出咗咧有1900個嚇，咁咧其實就涵蓋3方面嘅，係頭先提過啊。第一樣就係產品嘅認證啦，第二樣咧就係服務，即係邊間店鋪服務嘅認證咧，其實仲有第3個嘅就係環保管理嘅認證。不過咧，今次Q 麥資助計劃咧，因為主打係內銷嘅，咁所以就冇包到環保管理嘅認證，但係total 咧總共我哋有1900張證嘅。咁由於喺產品認證嚟講咧，頭先講咧食物係比較多嘅，咁但係其他嘅生活用品都有嘅。嗱，舉一個好實嘅例子就係羽絨嚇。其實羽絨咧大家都好擔心裏邊啲羽絨乾唔乾淨，係乜嘢嚟㗎？有冇禽流感㗎？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譬如我哋有一個羽絨品牌咧係攞咗我哋嘅 Q 麥認證，我哋係test 過佢有冇味道，有冇雜質，會唔會吉穿，即係會唔會有啲刺吉穿嚇？咁呢個對嗰個品牌咧銷售係即係有幫助嘅品質認證，所以其實其他生活所需咧都好多係Q 麥嘅產品嚟嘅嚇。咁喺服務方面咧，頭先教授都講過啦，即係好多譬如金鋪啊、化妝鋪啊，其實好多都係有我哋優質認證嘅，亦都好多物業管理公司啊，都有。咁喺環保管理方面呢，就巴士公司啦，亦都有啲商場啊、物業管理公司啦，甚至廠房好多都有環保認證嘅。咁通過呢個資助計劃淨係包產品同埋服務，咁我哋都希望尤其是中小企啦，多啲可以嘗試利用 Q 麥品牌去建立佢哋自己嘅品牌。咁其實因為個資助額亦都有限，我哋其實係用一個先到先得嘅方式去分配我哋呢個資源。咁所以都希望有興趣嘅中小企朋友咧就盡快提出申請，有啲咩唔明嘅咧就可以咧就係contact 我哋工業總會嘅。大概先到先得喎，先到啊，同埋快手啊，係啊，同埋嗰個問題，譬如話你最高資助2萬蚊，其實係夠唔夠攞嗰張證書嘅咧？或者係如果係去申請嘅，譬如一個好簡單嘅產品嘅啫，好簡單嘅 Q 麥嘅啫，咁大致上可以 cover 到嗰個嘅整體嗰個申請嘅成本，大概幾多成度啦？呢個好好問題，因為咧我哋每一個產品嘅類別可能好唔同，嘅性質好唔同，所以個檢發費用咧亦都唔同嘅。一般嚟講，即係我哋個經驗就係可能食品係會比較多啲，咁有啲比較簡單嘅嘢咧就可能會少啲嚇。咁但係咧，我哋做嗰個申請嘅時候咧，我哋會首先係將嗰個價錢清楚咁羅列俾個申請者，就話你呢種產品大約需要幾多錢喎？如果2萬蚊唔夠，你要補幾多錢？俾晒佢睇啲數目，佢先決定佢做唔做呢個 Q 麥申請嘅。冇錯嚇。咁但係因為真係種產品唔同，就會唔同，所以個資助額咧未必有啲產品未必 cover 晒嘅，真係。冇錯。不過佢就算其實老實講，佢即使係冇呢個資助，佢都應該要申請㗎啦，因為對自己行銷方面都好有幫助㗎嘛。係啊。喂，今日就好多謝你啊，蘇嘉碧，好感謝你，唔該晒你，多謝晒。解構企業成功之道，分享創富經驗，財雄勢大。